位有緣人，你哋好。今日係2月11號，我講俾你聽嘅視頻。我係華先生，你哋好。今晚咧跑馬地有9場嘅賽事啊。先講第一場5班嘅1650米。2號咧古惑大師落班咩頂磅12檔位差跑法被動啦，難以穩陣啦呢啲馬。4號電信驕陽上場慳位走內欄嚇，全力衝刺得第3，贏唔到。今次對手真強咗，隔14日再跑，機會談不上咯。我認為5號焦點即係37分啊！呢個評分係冇優勢嘅，因為佢7歲馬啦嘛，能力見盡，3檔好位嘅。咁啊呢次係真情喎，佢跑1200，跟住而家跑咗50，但係對手唔弱嘅呢組，比做佢都係3344嘅馬啦。我認為7號桃花多35分評分冇優勢，加上休咗2個幾月，佢係轉跑馬地跑，佢係季初沙田千六贏啊潘頓騎嘅，咁佢轉得去跑馬地跑，係希望佢會有啲新鮮感啦。咁我認為呢啲馬咧冇咩質素㗎啦，咁都見盡嘅馬，咁除非人哋跑得差，佢先有機會嘅，我都係唔會揀佢嘅。8號時間寶跑咗20幾次，先贏得一個 win 啫喎，20幾次，係上季嘅，係4班嘅，呢個田草嘅，咁嘅評分係新低而家，但係佢質素有限公司嘅馬得個博字咯，唔要。9號大利好運跑咗20幾次，先得一個 win，6歲馬見唔到佢有進步，而家質素都係有限公司㗎啦，不以為聊啦。10號龍游生跑咗15次，3甲不入，冇乜質素嘅自扣新馬，11檔位差，加上1000零磅馬跑完瘦10磅喎，咁不利因素存在，不要啦。11號有心意跑咗20幾次都唔識贏，加上第一次跑1650，佢10檔係位差，咁所以佢咩115磅啊，但係你個氣量未必可以追到你個對呢組嘅馬嘅喎，因為雖然佢咩130磅啊133磅啲馬135磅佢未必夠佢跑，因為佢冇質素啊嘛，所以呢啲馬都係唔要嘅。第一場順序啊，就係1號金鑽精靈，3號始終如一，6號風雲，12號武林至尊。咁啊第3場啊4班1650米，1號香港神區，佢成場落班跑，走勢算差㗎，咩頂磅佔唔到優勢，得個博字咯，唔穩陣。2號瑞奇威風129磅，上場後追跑第3，試過嘅馬位啊！呢次報文唔揀佢喎，小心為妙啦。5號極速滿貫129磅7檔，上場毫無走勢㗎，佢季初贏咗今季啊，季初咁啊呢7歲老馬能力見盡咯，加上52分評分係冇優勢嘅，唔要。7號至高心得近2次走勢線差，今次又加配備喎，帶個耳塞，可能等個馬集中精神，冇聽人哋講，冇聽大啲聲音，可能等佢好啲發揮啦。但佢又加埋即係帶翻呢個高叉鼻箍，但咁講1000零磅馬，佢跑完瘦20磅喎，係極之不利㗎。再加上佢質素都未必係咁高啦，係咪先？不以為妙啦。9號嘉應晉升上場全程領放㗎，最後尾跑第5，C 5個8位有多嘅，我覺得佢唔叻咯。隔14日可唔可以變身呢？佢都係放頭走，都有問頭鬥燒呢場。我認為佢都係以賽代操機會多啲嘅。10號大浪原田，佢跑咗9次，毫無走勢，係咪4屆冇入過？咁啊證明嘅質素係冇咩㗎啦，應該呢個自扣馬即係麻麻啲質素咯，可能5班馬嘅質素咯，所以等佢繼續跑下先啦，係嘛？11號心愛的跑咗6次，走勢普通，今次就轉跑馬地增程考驗大啲嘅喎，
因為你要增加氣量啊嘛。咁啊檔位10個都差啲嘅，咁啊未有表現嘅馬都係繼續觀望啦。12號4跑得8歲馬，連拼多仗，隔14日跑，體力未必恢復足夠㗎。加上11檔位差，贏就有得贏㗎啦，係咪？我就唔會揀㗎啦，講真。第3場順序，8號創科群英，6號北海道，3號活力精神，2號大千臂象。第4場4班1200米，1號巴閉王，佢孭頂磅，12檔位差，隔14日再跑，不利嘅條件存在，唔要。3號運嚟5寶54分，個評分係冇優勢，近2次走勢普通，呢組對手唔弱，機會係微啲嘅佢。4號風火猴王跑咗8次，冇咩特別好走勢啊，我見唔到佢有能力贏咯，呢即係佢走勢嚟講都唔係好嘛，所以呢次我都係繼續唔要佢嘅。5號悠然成勝師大集冇咩特別好走勢，3歲自購新馬第一次參與競賽，觀望。7號多多好馬，成場跑入大冷腳喎，好似係差距排第2啊！今次一檔好位，考驗重11磅，對900零磅馬係好嘅。不過即係咁講，上次啊係咪符碌咧？係咪真係咁嘅實力咧？呢隻馬係咪真係進步咗咧？你咪留意臨場嘅票數咯，有10倍咪跟進咯。我認為佢都係符碌嘅，未必夠呢種個跑嘅。我諗3架都冇嘅呢次。8號靜哥哥成場偏翻出喎，偏翻啊！咁啊之前跑開條件賽啊嘛，咁啊走勢係線差嘅，繼續以出為操啦。10號幽默大師成場一檔好位喎，都冇咩走勢。咁啊呢次係10檔位更加差啦，我諗都係繼續跑下先啫呢啲馬。11號眼健康119磅，成場係初跑，跑馬地跑第6。負4個幾馬位，隔14日再跑，我諗都係減分性質係嘛？第4場順序2號紅愛社，9號文明福星，12號快樂高球，6號比特星。第6場3班嘅1650米，1號非凡豪傑78分呢個水分咧係冇嘅佢，即係呢個分數啊！再加上佢咩頂磅啊135磅。1000零磅馬，1000零幾磅嘅馬，你話蝕唔蝕底啊？我覺得係好蝕底啦，所以機會都好微嘅佢。3號電信巴打134磅，一到好位啦，因為佢中意放頭嘛，手好位跑啊嘛。即係講真，9歲老馬啦，能力係見盡係咪？得個搏字啦係嘛？呢啲馬不以為妙啦，講真。4號有才有勢，76分，評分毫無優勢，咩？重磅8檔位差啲，面對強組機會微啦。6號精彩動力近2次走勢極差㗎，即係咁講，佢今季跑咗2次啫，一次650，一次係1200，咁佢係受腳環影響嘅呢隻馬，我諗佢未必操得翻，跑唔翻㗎應該，所以呢啲馬不適宜要咯。8號好實力。爆冷然連跑2次，冇咩好走勢咯。講真，12檔位差，變身我覺得未必得啦，係咪先？咁啊對手都強啊，因為談唔上機會啦，我認為。有9號阿基拉評分係新低嘅，但係咧7歲老馬咯喎，能力見盡，10檔位又差啲，有馬同佢鬥搶放，機會削弱㗎。10號凡凡友誼。4班贏咗上3班，跑咗3次3甲不入，但呢次好檔位喎，會點跑法咧？田泰安咁啊睇飛啦嚇，呢個10集成個馬，臨場有飛落嚟跟進咯。我認為佢都係減分機會大啲嘅，所以我唔揀佢。12號浪漫老窩7歲馬毫無進步，隔14日跑11檔位差，都係減分性質，唔要。第6場順序啊，7號肯去斯，11號魅力之遙，5號英俊飛區，2號勁沙塵。各位有緣人，今日我提供咧值得投資嘅係第1場1號馬
金鑽精靈熱門㗎，潘頓騎啊嘛。呢個馬落5班，呢次唔搏幾時搏啊？係咪？跑160啱跑㗎，所以咧呢個馬值得買邊㗎，批都唔使買㗎啦。即係贏得嘅去贏，即係可以贏㗎。但係如果買批士啊，我都係13、14蚊買做咩啊？就買呢得㗎啦。咁啊，另外咧，我係提供啊2003邊2000一批嘅。咁啊，第3場8號創科群英，第6場7號肯佩斯。祝各位有緣人啊 Win Q 齊中，多謝你收睇我講你聽嘅視頻，希望大家記得訂閱同埋俾個讚，同埋分享俾你哋啲朋友同埋有緣人，唔該晒你哋，多謝。